今仔日是24节气内面的处暑，这处暑虽然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，也代表热天已经到尾啊。不过台湾伫咧亚热带有关是真热，亲像今仔日的台北市呢有到37度8。这气象署也表示讲，就要等到9月头东北季风，天气才会变较凉。 台北市的街仔路顶悬，民众手提一杯凉的，甚至有民众手掼一杯凉的。天气实在是有够热，也若拜四日即天嘛是24节气中的处暑。处暑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，嘛是代表热天一定到尾啊。只是讲台湾伫亚热带，所以依然是真热，无秋天的感觉。俗语讲处暑拍死鸟鼠。我觉得最近真的很热，都37、38度，然后。 家里冷气都要开到19度之类，然后就一天喝2、3杯饮料，一天大概三杯左右。我都是喝正常冰的饮料，因为天气太热。气象署表示，处暑过天气豆豆未阁遐热，但是即马气候变迁，全球热翕翕，加上24节气是对中国中原来的，甲台湾地理环境无共款。气象署指出，台湾若是要甲立秋，爱到9月头东北季风的时，天气才会转凉。中国古代是有24节气哦，但代表它过了之后，这个暑气就逐渐在消散，也就是代表迎接秋天的到来了。那也是以中国那个地区性为主。那像我们台湾这边的话，大致都是9月左右开始会有冷热交替。气象署拜四嘛，针对全台各地发布柑仔色、黄色的高温灯号，尤其是台北地区上悬有到37.8度。气象署提醒民众拜高温度依然是真悬，民众爱预防着霜，避免热伤害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